轻轻地让西藏住进你的耳朵。此时此刻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西藏就在你的身边。听见西藏，西藏，西藏。今天是农历5月初5，内地民间传统节日端午节。在内地，端午包粽子、赛龙舟是为纪念投江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民俗节日。但在藏区，农历5月初5这天，藏族人也过节。今天我们聊聊桑杰曼拉节。在安多部分地区，农历初5这天不是端午节，而是桑杰曼拉节。桑杰曼拉，藏语音译简称曼拉，也就是药师佛。药师佛大家都知道，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他是救度众生疾苦的佛菩萨，菩提法门的主供佛，通体琉璃光色，代表长久、修复、本性空。左手持药器，右手结3戒印。相传在药师佛行菩萨道时，曾发下著名的12大愿。药师佛无愿不满，若有众生在困厄之中，真诚祈请药师佛或念诵药师佛佛号，将得到药师如来的慈悲庇护和加持。另外，藏传佛教中每个月的藏历初8日为药师佛节日，僧众在这天都会修药师法门，念诵药师佛心咒。桑杰曼拉节，这个节日也有一个很好的缘起。相传5月初5这天，药师佛桑杰曼拉看到了人间的疾苦，从天上洒下圣水妙药。药师佛用这种清冽的甘露来沐浴各种药材花叶，而药材的药性在这一天也会因为得到了圣水的浇灌而格外的灵验。民间认为，采食了这天的药材，人们的疾病会迅速地被治好。因此这天天蒙蒙亮，人们便3五成群上山入林，采花摘叶，抢喝第一口山泉水，如此会保佑全年身体健康。用这天的山泉水沐浴净身，可以益寿延年，或以花叶上的清露洗面，可以明目。可以说，这天漫山遍野的花草，就是药师佛赐予众生的珍贵药材。和内地一样，桑杰曼拉节也很是热闹。在甘肃南端的博玉地区，还有祭祀花神的采花节。再比如，生活在青海黄水流域的卓仓藏族，在这天有在门楣上插7枚麻朵，俗称马莲花，也可以是柳树枝，吃地皮菜包子的习惯，还会组织赛马、射箭等各种民俗活动。同一天，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方式，或纪念或庆祝，大家都只为讨个好兆头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妈妈在厨房做地皮菜包子，而我和弟弟在屋顶把折来的柳树枝插在了房檐，烟囱里冒着白色的炊烟，闻到地皮菜包子的味道，肚子饿得咕噜噜叫。也或许这每一个节日都象征这人间烟火的温暖之处。祝愿所有听节目的你远离一切恶难病苦，欢喜安乐。我是扎西多杰，下期再见。
대연다오 백한데 백한데 마백한데 란다 사몽가데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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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대연다오 백한데 백한데 마백한데 란다 사몽